動 Judy Go Go 一嚟睇波拳，首先有請郭 Sir 同埋櫻花嘅兩位靚嘅女球員開飛同埋海四。開波！貓步好得意，貓步個掌係咁樣嘅，佢咧同其他唔同，佢呢個位係懸空嘅。下半場咧，阿美斯個進攻個參與度啊，同埋射門應該會開始嚟。阿美斯，好啊！飲深水埗半個邊有法國去。哇！法國真係犀利，係嘅，係嘅。法國隊要競馬法國英國。耶！恭喜晒！你覺得呢個活動點啊？開唔開心啊？好。好，多謝你啦。多謝各位。